接下来咱要表演一个现代舞，现代舞。夏威夷的姑娘是由宋老师带领的。宋老师咱知影，在中百会，咱若有啥物活动，也要唱歌，也要跳舞，拢一定切伊都忘唔掉啦。而且他的歌声也超美的。 因规家兄弟姊妹拢足好唱歌，足好跳舞。宋老师，请。无简单，遮8位遮水的夏威夷姑娘啊！多谢恁宋老师带领，谢谢。